来防疫放令，10月13嘛要开放边境。前疾病管制局的局长苏奕林甲部分立委是建议讲，指挥中心应该改善咯。严格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表示讲，目前阁有喙暗相关的规范，疫情的变化嘛是爱随时个注意，所以指挥中心阁有责任哦。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嘛讲，指挥中心未遮尔紧就退场。10月13开国门边境解封，前疾管局长苏奕林讲，这代表指挥中心已经无设置的必要。10月底疫情若是无伤过大的变化，就会当改善，并且建议会当甲新冠肺炎自第5类法定传染病降至第4类监测。这样当地委也认为，目前已经走向自主防疫，无需要指挥官建议改善。2点开一个无聊的记者会，所以国民党团强烈建议撤掉，赶快撤掉这指挥中心，让很多事情回归依现行的机制运作就可以。那开放到某种程度，那就可以不用每天再报告。好，这个是我们希望说，大概这个方向不要拖太久。对专家甲立委的意见，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这么依然有喙暗令的规范，也该继续观察疫情的变化。不过现在还是有口罩的相关佩戴规范，以及还要持续观察疫情的变化等等。指挥中心目前还是有责任在身，但是国内的部分的话，疫情还不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低点，所以指挥中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就退场。施瑞元讲，专家的责任小，政府的责任大。未来若是指挥中心要降级，也是2级、3级，安尼慢慢降来，未这边就改善。若新冠肺炎未来若是对第5类改至第4类，到第4类了，就要看国际情势，加国内疫情发展，再过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10月13开始，入境就唔免隔离哦，嘛已经实施900多天的禁团令，嘛要取消咯。区柜的旅店哦，今仔开始，等真久，想要出国佚佗的民众阁袂少，一寡好康的行程拢排队的抢。业者嘛表示讲，其实最近订单真侪哦，日本佮韩国上侪人订。也毋过因为通货膨胀，佮有航班还未全开，所以团费是比疫情之前会贵1、2成。总算等到疫情解封，有做900多天的旅行社为要抢疫情了后海外出游商机，推出不少早鸟优惠价。韩国所有的费用的话，在5万块钱以内都可以考虑的。过去我去澳洲的时候，他花了8万多块钱，那是没有购物团。现在的话，我差不多在8万块钱差不多。不过旅游业者也承认受疫情影响，目前航班无全开，加上通货膨胀，团费比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贵1到2成，可能会有1到2成的涨幅，贵8000到1万不等。其实，在第一波还是有杀一个像北海道。5天只要21900。日本、韩国跟纽西兰、澳洲大概涨了将近1成到2成左右。过去台湾人出国，日本是上受欢迎，第2是中国、香港、韩国、越南等。不过，这摆禁团令解除，并不包含中国港澳地区。观光业者表示，业绩影响差不多是3成。暂时半年内，我觉得这3个地方的区域的旅游，目前都还是不会开放。这些订单的话，大概占3成。禁团令要解除，不过旅游业者承认也未受到出国防疫指引。日本、韩国拢规定，团客入境要保当地防疫险，尤其是日本团费，都包含1000块当地防疫险的费用。不也有1000万一票，应支付当地隔离治疗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海军头一只上万吨级的运输舰玉山舰，今仔早起伫高雄举行交准典礼，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出席，展现出对国艦国造的重视。玉山舰是一只普通时啊会当救灾，战争的时嘛会当作战的运输舰，除了会当载战车、直升机等等，佮有配32粒的防空飞弹，有强大的战力。高
高级仪式代表海军甲各舰各族的新里程碑。总统蔡英文30亲自主持海军第一代万吨级两栖巡逻运输舰玉山舰高舰典礼。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国军爱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玉山舰会当做救灾，舰是会当做运输舰。当灾害发生，也可以担当救灾和紧急医疗的工作。而在战时更能编成特遣部队进行两栖增援。它同时具有逆中型的外观、电磁脉冲防护、智慧型的调水系统，这些特殊的一个功能。玉山舰去年4月高舰进前，到今年6月7日期间，发生过全层进水的意外。赵总统这边亲自登舰，用行动来挺全舰的品质无问题。玉山舰普通时这片南海外岛的运补甲人员运输、天然灾害救援，会当做野战便宜甲进行国际人道救援。海监离飞弹射程30到50公里，对敌方目标要让判别伊的威胁程度，优先选定炸弹的顺序。玉山舰伫咧战时除了载运官兵以外，也当运送 AAV 两栖突击车、登陆艇、悍马车直升机，这片两栖作战。我听说我们海军官兵自愿请调到玉山军舰。就是希望能够接受接舰的任务的挑战，来提升专业能力。玉山舰有高机动、远航艇，会当长时间伫咧海华作战。高舰跳按算万年成军，增加保卫大海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公开镜电视股东会录音的档案，质疑讲有政府的高层介入 NCC 镜电视执照的审查。民众党今仔嘛到 NCC 外口去抗议，要求讲爱维护台湾的新闻自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是搁再强调讲 ，NCC 是独立机关，政府毋捌干预。另外，针对媒体人自由库伫民事节目的争议 ，NCC 的主委陈耀雄是讲，昨下晡4点为止，已经收到123件的检举了。拒绝政治黑手，保障新闻自由。大声发表口号，高在政治黑手，保障新闻自由。因为之前有立委公开镜电视股东会录音档，质疑政治力介入 NCC 的镜电视升息案。民众党的成员所以就抓规定到 NCC 外口抗议陈情，要求 NCC 依法行政。台湾已经变成北韩了吗？我们台湾是共产主义国家吗？这样子的状况，你们可以接受吗？对乎在野党指控设立镜电视升息案，行政院长苏贞昌搁入面补贴，不过30继续互媒体里面问讲，是毋是要去告来澄清？苏贞昌再度重申 ，NCC 是独立机关，袂去干预。NCC 是独立机关，依职权独立运作，我们从不干预相关的问题，在总质询时已经明白答复。如有任何违法等等事项，主责机关当然都会依法处理。另外，对于媒体人周玉蔻伫咧民事的嫌新闻引用哩节目内面一寡争议的言论 ，NCC 主委陈耀雄也证实。到昨下到4点，已经收到123件检举案。说这基本上是希望他补件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民众的检举过程里面有时候他是简单的写，那我们的处理机关会，我们的处理单位会要求他说明一下，所以有时候会快慢不一的问题的确会有。对互人质疑乡新闻引用哩节目，伫咧去年年底互人检举，所投稿最高检裁判，引起南亚连署到 NCC 破邮才表达不满。陈耀雄特别澄清讲，若是民众的陈情无清楚，伊要求补件或者是说明，一切拢是依法来做，并无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向检举讲伫中央节活动发红包予老人，涉嫌贿选。张善政是讲，伊只是帮主办单位发奖金甲奖品哦。桃园地检署表示讲，只要有人检举，就依法来处理。台湾基进党30载起，甲律师责任去桃园地检署按定告张善政贿选。奖品内面，张善政伫几工前一场中央敬老活动。本内面有现金的红包给民众，喊着当选等等的口号。那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国民党是不是不会选就不会选？只要有着现金，这样子难道就不构成一个贿选的一个要件吗？对于贿选的指控，张善政否认，讲伊不是主办单位，也无提供奖金，包括伊真侪政治人物拢受邀参加活动，斗相共颁奖金加奖品。对恶质的选方，伊一定会混战到底，绝对袂退缩。我觉得蔡英文，
你要来抓我，你干脆现在就来抓我。民进党这次自从我参选以后，你们用了多少卑鄙的手段，抹黑媒体的打压，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耻。民进党讲，张善政有必要向司法一个社会大众讲清楚，也希望检调赶紧调查。民众党同市长陈川林赖向临时讲，日前也和南营指控造势暗会动员一台8000块的游览车，希望南力双方拢唔通违法。我们很惊讶看到，都已经到了2022年，张善政先生对民主法治的概念还是如此的薄弱，竟然在选举的活动上面，一边亲手的发红包，一边的来喊动算。那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部分，确实会引起大家的这个争论哈。那甚至真的到时候检方办下去，是不是有贿选呢？就一目了然。桃园地检署发声明讲，收到任何选举的检举案件甲证据，拢会依法处理。因若个案的情形是由承办的检察官依照具体个案依法的判断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宣布讲，针对918大地震的受灾户，会有上济50万块的修理厝的专案补助，也毋过需要经过鉴定。主席基金会甲台积电的基金会嘛表示讲，会比照华人县，嘛来协助台东县的灾民来重建家园哦。另外，今仔铁路火车今仔已经当行到玉里了，所以华人到台东的公车就先取消。玉里到富里的路段嘛是搁爱坐公车往来。内政部伫花东大地震了后，陆续到东部勘灾，有的厝经过鉴定，只要修理就好，有的是无适较大，爱重启。内政部承诺花东两县受灾户每户上悬应补助50万，在修理期间也是提供受灾户税厝的补贴，一直到厝复原为止。赶快去租一个也像个家，可以长期居住的环境。未来我们就长期持续的租金补贴下去，等到房子修好或重新盖好，它再回来。台东县政府统计到目前为止有331户受损，其中37户无适合搁大，因为政府补助有限，可能无法度满足受灾户的实际需求。县府30宣布比照花莲县，争取组织基金会甲台积电协助，若受灾户有意愿，由民间团体出钱出力，县府检讨相关行政程序，就应赶紧互受灾户的厝修好起好。内政部愿意修改相关办法的话，当然多一个选择。邀请实际来协助的话，我们比照花莲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是2个选择。当然我们不能重复了。花东大地震过后，铁路也受灾严重。暗过30开始，花东铁路花莲以南营通甲玉里，台东以北营通甲富里，代替正式取消往返花莲台东的公车。暗过富里到玉里之间也受公车转接，代替表示会尽可能赶到位，互旅客会负责火车的时间。说我们在规划大概50分钟的时间，就包含这个车程的时间，还有玉里、富里端旅客上下车转乘的时间。这场大地震造成花东两县铁路断去700万户面体受损，复原时间可能要半年。不过，在交通方面，未来还佫未少连续假期，台东的民众上关心要怎帮承受更较经济、更较紧的交通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1号王田交流道南海出口，伫透早3点外发生一件火烧车的意外，有一台轿车去弄到出口的护栏，车落入去3公尺悬的边坡，后来就烧起来。消防人员来拍火抢救哦，嘛伫车内找到一具遗体，目前身份是还未确定。画面当中看到一只汽车冲出去交流道边仔的草坡啊，还佫着火，消防人员是赶紧来救水线拍火。火势真紧，就互人拍花。不过这轿车是已经烧甲规只乌噜噜，消防人员嘛伫车顶找到一个死者。到场，那该车辆已全面燃烧，立即布线将火势扑灭。那在扑灭后，在车内发现1名罹难者。30半暝3点外，国道1号的王田交流道路南出口发生火烧车的意外。警方为现场的状况来研判，这只轿车敢若是要落高速公路的时阵失控，一排大约10公尺长的护栏拢互弄歹了了，边仔2丛树仔嘛互伊弄断。这只车是冲入去3、4公尺悬的边坡，不过到底是因为驶了伤紧，还是因为未符合交流道才会出意外，也佫需要进一步调查。死者身份尚待厘清。相关肇事原因，本大队正在积极查办中。
警方搜查现场周围无发现其他人员，不过这个死者的遗体已经烧到无法度辨识身份。警方除了按照车牌来确认死者身份，嘛会调监视画面来查明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林地的二林路段，当个做二林溪整地工程，所以机车必须爱改道。也毋过，所有机车骑去台86线快速道路，佮一路骑去国一高速公路，结果发生意外哦。有理长是讲，这间骑奥多摆的人无要听工地交通指挥，只会骑去高速公路。警方是表示讲，因会依法来处罚，嘛呼吁讲奥多摆若是骑去国道，应该马上甲车停到路径来请求协助。现场会当看到大家骑奥多摆经过台南仁德二林路段，现场是当地时间，前后有奥多摆驾驶骑对台86线快速道路，煞来对着后壁的车，就翕到一段危险的画面。所以你们长期就知道说，机车是要骑这里嘛？对，因为上面有写机车所以哦，是这路上的人袂骑唔对对啊，啊你也无死的人，可能就安尼骑，冇可能。伊行危险的啦，你讲三角锥，啊，毋过通常会留一个旁，互倒摆会当过，袂讲完全拢冻死。袂。可能是工程引导人员无来指挥，才奥多摆才会行唔到。毋过当地民众讲，外地人对路草无熟，所以才会行唔到。实际上来现场，这是三亚溪整地工程，20到1工的时间，也有交管人员。有伫咱的路口遮咧做交管，啊，毋过因为咱这有一寡即个民众吼，无服从迄个交管的做法。所以伊这嘛做自行啦，伊有甲车动开，不离个一个自行个闪过快车道迄头啦，所以较会个误闯入去国道啦。在奥多摆骑唔到了后，佮冲对国道1号去，嘛发生车祸。后来经过民众通报，警方伫仁德交流道找到港台同行机车，除了赶紧甲因拖掉，警方嘛依法甲因告发。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警方强调，若是民众无注意骑唔到路，就要紧停伫路边，莫阁继续骑。人嘛要摕到河南外口，紧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另外，民众抗议台86线快速道路标示无清楚的问题，嘛希望会当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今仔宣布并吞乌克兰4个地区，加以纳入罗西亚的领土。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美国绝对袂承认。联合国秘书长具体瑞斯嘛警告讲，罗西亚安尼做会互情势愈危险，世界嘛袂接受。也毋过，罗西亚总统普提嘛指控讲，西方国家世界在制造对立冲突。俄罗斯伫占领的4州发起脱欧入俄的公投，37天会甲急吞入去俄罗斯的领土。美国总统拜登谴责这个公投是透底咧共骗的，并也是讲俄国来急吞乌克兰的领土，美国会准备实施新的制裁。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recognize Russia's claims on Ukraine's sovereign territory. This so-called referenda was a sham, an absolute sham. The results were manufactured in Moscow.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呼吁讲，俄罗斯就要自首，强调讲安尼才会当来避免战争造成上界严重的损伤。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嘛来谴责这个武力并吞其他领国的行为，这是违反联合国的宪章，也有国际法。It stands against everyth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meant to stand for. It flouts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i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It has no place in the modern world. It must not be accepted. 不二个，伫个俄罗斯的红场已经开始来搭舞台，要互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伫个37天来发表急吞演说做准备。普丁伫个29天直接来反抗西方的国家，伫个各地咧声高人堂来制造西牛仔对决。Знаем мы и то, что на Западе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сценарий разжигания нов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НГ. Но нам и так их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йчас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 рубежах некоторых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СНГ. 因为普丁伫个进前发布局部动员令，引起国内的出境潮。
俄国人大规模开棚涌入去芬兰，不二个芬兰的政府宣布讲，从30个反正开始，摕观光签证的俄国人袂当来入境，也是讲过境到其他欧盟的国家。芬兰嘛煞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了后，上尾一个甲这个俄国边境关起来的欧盟成员国。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罗西亚的北溪天然气的管线，又有第4大外泄的所在哦。罗西亚总是表示讲，看起来亲像是受到恐怖攻击。欧洲、欧盟的安全官员是指出讲，泄漏的所在哦，附近是有罗西亚的军舰。克里姆林宫是呼吁欧盟调查，就要客观，搁甲凶手指向美国。在瑞典海华防卫队所公布的上新的画面，看到北溪2号管线又搁发现第4个漏的所在，离北溪1号另外一个国家大漏的点无偌远。当局讲，这4个漏的所在有2个是伫咧瑞典的经济区，2个伫丹麦的经济区。欧盟讲，北溪2条管线正明显是有人挑工破坏，怀疑经营管线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是幕后黑手，已经开始调查。外漏事件发生已经4天啊，也唔知影是啥人破坏俄国甲欧洲国家开几60亿美金看的管线。CNN 引述3位消息人士的讲法，欧洲安全官员观察到俄军支援舰艇离外漏的点无偌远。佩斯科夫是回应讲，北约的军舰更较多，希望欧盟伫咧调查时阵爱较客观的。并且讲，双方伫咧互相指责时阵，美国得到上大的好处。美国总统拜登今年2月8讲，俄罗斯若入侵乌克兰，一定会切断北溪2号管线。Вывод из строя газопровода, если кратко суммировать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много лет, позволит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ам нарастить поставки своего сжиженн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в Евросоюз. 美国白宫是宣布讲，拜登迄人人讲的意思是爱确保北溪2号用伫咧商业用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英国公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死亡证明，证实讲伊是因为年纪上过大死亡。迄当时只有公主安妮、国王查尔斯3世伫身躯边。另外，应新国王查尔斯临终的货币，预计2024年的年中会开始流通。温莎古堡外口有真侪民众伫咧排队，已经过身的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国葬圆满结束了，29重新开放。苏格兰国家档案局也伫即天公布女王的死亡证明，内容是9月28日到3点10分，伫咧巴尔莫勒尔堡过身，享受96岁。死亡原因登记是年岁伤大，由大汉公主安妮签署。这份文件也间接的证实，女王伫咧过身进前，只敢若大汉公主安妮，伊当阵的王族查尔斯3世伫咧身躯边，其他王室的成员也搁伫咧赶来半路。女王过身进前，迄天的中昼12点半，北京汉宫发声明讲，医生对女王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心。伊的死亡声明是伫尾暗6点半正式宣布。伫女王过身，新国王查尔斯3世继位了，英国的货币也全部拢爱换新。皇家拄被抢伫咧29公布新国王肖像的官方的动身啊样本。There's a tradition on British coinage that the way the monarch faces should alternate by reign. Charles III has followed that tradition, and you will see him facing the opposite way to his mother on his coinage. 北京汉宫皇家拄被抢，英格兰银行也个英国的皇家邮政拢宣布，印着新国王肖像的4张纸钱，答案会伫今年年底公布，按算2024年开始流通。因啊，当时啊甲邮票，皇家拄被抢甲英国皇家邮政也采取同款的方式，慢慢发现新的当时啊也个邮票，以免造成英国人生活上的无方便。目前差不多也个27亿个女王的当时啊伫咧市面上流通，按算伫咧未来几多年，拢有新旧令君主的2种当时啊，同时伫咧英国的市面上流通。因啊，皇家邮政是计划库存内面印着女王的邮票全部拢用完了，才开始发现印着查尔斯国王的新邮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既然有大学老师卖大麻给学生啊，一个伫台北市大学教册的老师对美国买大麻果寄来台湾，给学生啊去领包裹，佮甲大麻卖给另外一个姓叶的学生。宜兰地检署掠到这个叶同学买毒品伊承认嘛供出老师甲同学2个共犯，所以这3个人拢互起诉。检察官嘛要求讲，针对这位叶同学会当减刑。今年6月，台北市某一间大学姓林的老师
伫通讯软体向讲家己叫做 Jeff 的美国人订大麻膏，毒品寄到机场了，航空警察局开箱来检验，发现内面有6罐干仔，外包装是蜂蜜，掩过验出有大麻的成分。4年的老师自美国买包裹寄来了，叫伊的学生写同学去领，又搁甲有含大麻膏的电子烟交予姓叶的同学。检警知影姓叶的同学8月15会去领包裹，劳动警分局当场甲查到，姓叶的同学承认犯行，也供出姓林甲姓谢两位共犯。检方认为3个人彼此之间有犯意联络甲行为分担，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其中卖毒品予学生的姓林的老师，和检察官依照5项贩毒、2项转让毒品罪起诉。因为姓叶的同学有讲出毒品的来源，所以这部分会请求减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质疑讲，今年高雄的高中职教师的精选有误伤，节省所谓代理老师顶学年伫学校的教师评价目是最后一名，却伫这届精选摕到头名。工会表示讲，这届较真的主委出题目，该科试更有教学评审的委员，拢甲这个代理老师同一间学校，所以质疑讲校方有动骹手。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一切拢是依法来处理，有疑问会当提出行政救济。看榜野权爱教育局介入调查，民国111当学年度高雄市高中职教师精选有误伤，因为高雄市教师工会接到会员投诉，今年度某一个共同科目的榜首，洪质疑是护航了后摕到冠分，联合精选的副主委、必试考题，还有改考题的委员，甲4届评审，拢甲这个老师是同事。既然你都知道这一位组长一定还会再考教甄，你怎么还派你的2位左右手的1级主管？再去担任出题跟试教，每年的教师甄选那个录取率都不到5%甚至更低2%到3%而已，所以这更应该要避嫌啊。主办这届选拔的学校会议，规撇预防的动作拢有做到位。市府教育局初步审查了后，嘛认为过程无问题。从命题、试教到口试，总计有10人，本校参与相关工作仅有2人，其比例不足以影响结果。同事关系在目前的现行办法下面，并不需要回避，所以这就是导致我觉得一个漏洞的产生。虽然初步检视认为无误伤，不过林宇凯讲，精选的规范，敢若要求师生也是同学关系爱闪撇，煞无讲到同事嘛爱闪。市府表示会向中央来建议，后续若有其他的事情，嘛欢迎检举，会甲政风处共同来调查。但是学校认为，因精选的过程拢依法来处理，嘛建议若是有人认为伊家己的权益受损，会当提行政救济。但是牵涉到诽谤因的学校名誉，还有当年名声的部分，会保留着法律的追溯权。记者王刘婷、明昭权、柯正俊共报道。教育部本地规划讲，2021年教官全面退出校园，也毋过目前是各有1900个教官为了保障因的工作权，所以即卖是采取讲等教官自然退休，以及上近2030年教官就会全面退场咯。也毋过伫这个月2日，总统蔡文伫民进党的中常会讲到，有真侪支持者认为讲教官千万就毋通退出校园。外界嘛质疑讲，这个政策敢会转弯呢？也毋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是强调讲，教官退出校园的政策未改变。跨领域实施沿海槟榔防治课程，学生嘛创作宣导影片。新北市三重高中是得到110学年度健康促进学校这个项目特别优秀的奖。卫生组长讲，最近几年新的烟品危害愈来愈严重，安怎去发现除了同学来检举，嘛要靠教官来斗相共。学生大概一个可能眼神，或者是一个动作，那或是一些身上的味道，其实一闻，他们其实就马上可以知道是这个学生有没有去做吸烟。三重高中是完全中学，教官伫咧管理学生甲维护校园安全有真大的帮忙，但是配合教官退出校园，原本有4个人，即马春节，而且2年了后就要退休，到时阵拢是校安人员来代替。陆续进来的，他们慢慢就要做经验传承，慢慢就会学务创新人就会慢慢取代，就是发挥教官原本的功能。
教育部原本规划2021年教官全面退出校园，但是国防部修订军官延后退役2年军训教官嘛配合延到2023年，而且为着保障工作权，是调整自然离退，也是看意愿退伍。如果他没有提早退，也没有考虑晋升的关系，大概2030差不多就退完了。教育部统计，即马大专教官500人，高中职1400人，估算2030年教官会全面退出学校。而到今年9月7日，高中甲大专征用的学务创新人力是1600位左右，其中有军训教官转任的有900人。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台中集运一直在了钱哦，35亿资本，每年恐惊只剩5亿8千万咯。集运公司嘛准备要增资，也毋过嘛引起争议。有学者是建议讲哦，应该爱积极来推动集运站相关的开发，来增加收入。台中哦，即马公车免费的政策嘛应该爱重新检讨。台中捷运绿线自去年4月正式营运，到今年下半年已经等好，运量开始豆豆增加，毋过又原了钱。中捷公司预估35亿个资本额，到明年底就敢若剩5亿8千万。2024年资金就会无够，所以决定明年初提出增资的计划。那为了让113年的营运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我们预计会在112年年初就提出增资计划，交由台中市政府及议会审议。台中捷运公司认为，捷运的路网要未做矫正进程，难免会了钱。不过民众认为，台中的公车真方便，捷运不是通勤的头一个选择。公车太多，公车也很方便，公车很方便。所以最主要都搭公车。哎，对，我捷运到不了的地方啊，所以就必须转公车啊。只能搭公车就对。对。交通学者表示，台中市府推动坐公车10公里以内免钱，超过10公里车票计价10块的政策，伫中捷通车了后，就应该调整，才袂互相影响运量。另外，伊嘛强调讲，车厢的广告收费，还有停车场的收益拢真少，应该爱推动捷运站的联合开发案，才会当改善财务。透过联合开发的方式，市政府站的两边，它有一个联合开发的那个大楼。那现在车站的本体已经开发了，那个会产生很大的那个财务效益，也就是说对应他们的财务啊，其他的可能都是非常有限。因为台中捷运南线综合规划送去中央审议，还未开始实质的审查，才会予压力扣起来伤济。啊，若中捷算好增资的规模了后，佮来送去市府议会审议，敢会顺利通过，外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节要到咯，婚姻馆今年的敬老金转管65岁以上的老大人拢有通领，上少1000块，上济12000块。公所嘛使家己来决定，亲像未了，只要满65岁都5000块通领。今年已经101岁的廖蔡爱阿嬷是全婚姻馆上济岁的时段，虽然阿嬷耳孔重，毋过普通时精神也阁介好，通和别人开讲。婚姻馆政府也阁专工派人来送阿嬷中用礼金12000块。那个孙啊，放心的，伊还阁早也没有吼。婚姻馆政府表示，中央敬老礼金对这个月开始领。今年因为有大数企业甲王占阳公益信托等等的关注单位捐1亿3000万，婚姻馆政府估计今年发送标准改造无排付，有53万4千多名时代通领，满65岁的时代上少会当领到1000块，若是超过100岁的时代上悬会当领到12000块。在去年咱有排付，大概有500几个时代得到来受到这个排除，要互咱这个时代袂在心理上感觉讲去受到政府来无重视，所以馆长为今年开始决定也无来排付。除了婚姻馆政府分中央敬老金，各乡镇嘛会当照财务状况来发送。其中婚姻馆内以未了的财政上好，每一个老人会当领到5000块。未了乡公所每年65岁以上，99中1领5000块。未了乡公所表示，今年全乡大约有6279个时代通领，总发送金额差不多是3140万。婚姻馆政府是讲，全县65岁以上的时代占全县人口的2成，敬老金会直接由社会处转入时代口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这几档网络商店的业绩成长真侪110年有4303亿，比106年成长8成倍。
也毋过嘛制作57000栋的包装本色，环保署嘛准备要移个网络买物件包装的材料限制使用的相关的草案，除了会禁止使用 PVC 的材料，资本业超过1亿5千万的业者会要求爱减少包装的本色，嘛爱提悬循环商利用的条件。啥物拢会当买，啥物拢无奇怪。民众为网络买到误火杂色的商品，煞制造大量纸箱仔、塑胶包材等废弃物。环保署指出，网购销售额到110年已经达到4303亿，比106年增加88%，但使用2.2亿个包装，产生5.7万吨包装废弃物，所以决定有个相关限制使用的草案，对资本业愈悬的业者规范愈严格。对网购平台的业者，其实也能够节省包材啦。然后对消费者而言，也不用去处理这些垃圾，那对环境也是减少负担了。草案内容针对网购包材禁用 PVC 材质纸类以原色优先，50%以上爱回收纸，塑胶的再生料产配爱大于25%。针对资本业5000万以上业者，要求1公斤以下商品包装重量袂当比400克悬。资本业1.5亿个业者规定包材爱当年来检查，循环收使用爱当年来提悬。大家也都很乐意配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环保减量，本来就是大家的一个社会责任嘛。那到115年要大于15%，你觉得这个做得到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但有环保团体认为，循环收第一年规范使用率大于2%实在伤过低。业者认为需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政策嘛需要民众配合才煞会行。环保署表示，网购包装减量指引还有2.0版本，进一步规范印刷、油墨、面积甲胶带使用等措施，希望到119年会当互包装减重率达到50%，嘛就是减半的目标。记者林明周良上台报道。查甫人的精虫发育出问题，嘛是不稳定的原因哦。台北民众就利用发育无完全的无尾精虫，帮一对翁仔某成功培养出8粒胚胎，互因生出一对查某的上生仔，咱做伙来了解。A 先生4天前因为无精前到台北营总来求医，病院讲敢若找到无成熟的精虫，也就是原精细胞，是关底生不出囡仔的上大原因。即马通看到2个古水的上生仔，互因翁仔某真满足。活到快40几岁哦，很难说喜获那个新生儿的感觉哈，自己当爸爸，我也是乱套的哈，可是我就是真的很开心啦。营总成熟医学团体表示，原精细胞就是精虫的半成品，就算有机会受精，要成功堕胎的几率嘛真低。根据过去的文献资料，活产率敢若2.4%。这个原精细胞，它基本上它没有办法主动去跟卵子结合，我们必须要透过显微注射的技术，让它到卵子里面去。营总表示，伫过去4天已经累积治疗21对，敢若通找到原精细胞，生不出囡仔的翁仔某，这个嘛是成功甲囡仔生落来头一个，嘛是医疗的新突破。希望鼓励一寡家庭莫放弃。记者调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咱国内有一份调查显示讲，伫去年2021年，台湾有女性领导的上市公司哦，这嘛是表现了真好。咱国内上市公司女性的领导人哦，比例有增加的趋势。有往绿色的经济去走，有往高科技走。那像我们的话是往服务业去走。讲起企业转型有弯弯的想法，今年7月，拄好接嘉年总经理职位的王立新，是台湾暗土工厂第一位女性总经理。在水泥产业没有女性的 role model， 对，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作为一个好的 role model， 让大家认为很阳刚的水泥，来给下一代的年轻女生一些鼓励，说其实传统产业也是可以来参加的。在以前的印象当中，较阳光的暗土产业也有女性的发挥空间。台湾女董事协会甲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表女性治理培培书。虽然去年全球受新冠疫情影响，搁面对俄乌战争、通货膨胀等国际经济变化，不过由女性治理的上市公司，2012年的营收成长甲 EPS 成长的加速，拢比前一年较好。男性擅长处理事，女性擅长处理人。
我们相信，在未来多变且不确定的年代，擅长处理人的女性更容易出头。金控公司的女性的主管是占了62.5%，银行的部分的女性主管是52.6%，董事的部分确实是比较低的。整个董事性别多样化的部分还是要继续努力。目前台湾上市公司14%由女性治理，其中食品造纸等产业女性领导者占比也较悬。女性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甲总经理的比例也愈来愈多。报告当中也显示，女性领导者对少子化以及在成长环境甲女性工作环境议题有高度积极力。另外，影响企业发展的上大变数，也是看颠覆性的科技甲商业模式演进这层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湾是真欠工人，原因是真复杂。也毋过，咱要来看有一阵少年的工班哦，因一个接一个聊落来做工。因讲因毋惊食苦，嘛想要改变社会对粗工的刻板印象。因希望互大家了解，靠双手、靠劳力来赚钱，是一项真实在、真值得尊敬的工课。明仔载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乡亲来看这阵少年家哦，是安怎来行出因家己的路。日头是真炎。要到30-40度的高温，一天超过8点钟伫日头骹咧做工课，对工地老师傅来讲，已经是真事上的代志。做工虽然是硬斗，毋过薪水还算袂歹。这份薪水对大家出社会少年人来讲，会当讲是一个袂歹的选择。毋过现代少年人煞毋是安尼想的。少年人要做这道，通常是环境的问题啊。即摆少年人嘛有较侪家己的思想。唔知影甲老的要安怎相处啦，所以迄时阵会较有冲突啦。台湾欠工严重，甲少年人歪做家庭应作业制度有真大关系，并毋是所有的少年家拢惊食苦。毋过想要爱因带会调，工作环境甲文化都真重要。一阵少年工班团队看到问题，决定要团结起来，要做伙改变社会大众对做工人刻板的印象。因结合各种的专业组团体。要创造工地新的风气。咱台湾吼，咱对做工程的印象，迄拢是工人。其实真少像迄日本，无就像澳洲安尼，咱咧叫匠人，无就职人，开一个路线出来。为改变工地文化，建立就业制度开始，乡镇部落提供予少年人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嘛接叫经营网络社群，办活动，请少年人加入。看到伊的 IG 就感觉讲哦，这内底用少年仔，少年人是。需要一个成就感，他需要一个向心的感觉，在这里面，大家一起做好玩，你也可以被看见。想要打破旧例，改变未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过，若一群理念相同的幼稚团结起来，都有无限的可能，嘛，互台湾欠工的困境有改变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四季拢有芳瓜通食哦，也毋过热人的芳瓜是无寒人遐尼甜。咱来看屏东有一个农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改良，推出王鸭这款品种的芳瓜，就算热人收成哦，嘛是搁甜搁有汁，嘛真受到欢迎。又搁大粒又搁水的黄色芳瓜，是屏东种植的少年农民苏经纬所推出的品种王鸭。伊发现天气会影响到芳瓜的口感甲甜度，因安尼伊就试种真侪热人的品种，发现这粒的表现上好。这个品种叫做旺仔。那以往我们在夏天的哈密瓜种起来都会有海绵，吃起来都有蓬松海绵感，那汁液上会比较不足。那因为这次就想夏天找这个品种来试试看，那表现上它这个品种一样，它都可以维持在秋冬的那个绵密感，然后汁液也是很多。虽然也是含秋冬的品种袂比质，毋过水分、甜度佮外表拢维持一个袂歹的水准，而且为着栽培出更较好的芳瓜，伊一条藤敢若留一粒芳瓜咧发，伊的温室一季会使种出2500粒芳瓜，而且伊的果子园也是确定落尾发较好，才会开放予人客来注文。因为哈密瓜它的稳定度，那个最后的关键期很重要，所以我都在最后确定可以开放订购才给客户订购。那通常一开园就是直接卖光光。苏经纬家己种家己卖，伊即马也伫屏东农业大学加强农业知识、挖炼技术，所以落来伊阁要进修，希望伫包装甲行销方面也会使有进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南投的溪头，阁有三明溪哦，是上出名的观光地区。最近南投的鹿角嘛，特别针对红红果步道来设计特征的行程，有导览员沿路来小解，佮提供会当坐落来食茶的所在，游客会当慢慢来体验在地文化。行过这行程的游客拢真娱乐。一大片的森林，游客一阵搁一阵。有人烧酒来散步，也有人认真咧听导览员小解大自然中的事物。这是南投鹿角乡的红红国步道，由导览协会规划行程，带游客做伙亲近大自然。除了溪头三林溪以外，我们鹿谷乡还有除了这一个凤凰谷步道，还有另外5条的生态解说的步道。我们会希望能够带动永隆跟凤凰的一些的经济的产业结合。红红国步道全长大约2至3公里，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沿路通看到崩仔树、竹林、茶园。协会阁结合地乡文化和生态教育，传泡好的茶要提供给游客。那食茶，那听导览员分享在地故事，实在真新鲜。那今天跟着鹿导览协会来到这边，我觉得非常好，可以看到竹林，可以看到茶园，最后还有好茶喝，我觉得整个身心灵都感觉特别的好。为了推广红红国步道的观光，协会除了设计适合游客的行程，也有安排导览员的训练课程，嘛透过专业的小解，让更较侪人明白红红国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单山五娘是台湾较有代表性的歌戏，林间国宝廖庆基老师马上定教学生仔一出戏哦。有团队佮甲廖庆基老师指导学生仔单山五娘的过程去做纪录片，将伫国家电影中心头一届公开放映。今年已经86岁，廖庆基老师嘛亲身出席，伊讲哦，希望透过这种青春浪漫的题材，来声愈较侪少年人接触歌戏。由地主赴歌戏人间国宝廖庆基做伙行向舞台，廖庆基看地主的演出真满意。这是伊传授经典剧目《单山五娘》，也甲地主精彩表演所汇集的纪录电影，以入为名，行花园的一段。廖庆基伫新冠疫情发生了后，伊真罕的出来，这个特别出席首映记者会。我甲因教的同时，我嘛有甲因交代讲吼，恁毋是干那学搬戏尔。毋是学表演尔，恁共款爱学传授的，会晓传授吼，才摊会开。讲到这出电影，廖庆基心情真好，因为有台湾第一苦旦称呼的伊，伫1980年代就开始传授单山五娘，真侪届重新整编剧本，连唱法甲身段，希望透过影像记录，甲伊的艺术精华转做影像表现出来。老师一下就可以取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是一出青春浪漫的爱情戏，所以说我们是要让年轻人看，我们不是要让他只是看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古迹。他如何在每一次的演出之后，不断的精益求精的改变，就即使到现在他年纪这么大了，他其实也从来没有放下。为了传承歌戏文化，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分析戏剧的求新求变，也甲媒体连接的重要性，也希望透过这出电影。会当慢慢培育出属有东方的歌舞片传承。基金会表示，电影29开始伫新庄的国家影视中心连放3天，结果刷到雾峰林家花园播放。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戴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